上一條過關片應該已經幫咗唔少第一次過關嘅朋友㗎啦。時間已經過咗段時間，有唔少嘢已經更新咗。我相信呢條片應該要更新一下啦。希望大家唔好飛，一路睇到尾，因為中間我都俾心機同大家講下一啲要注意同埋安全車速嘅位置嘅。好，希望大家可以細心欣賞。嚟到呢度掟咗一個又靚彎之後呢，就要開始 keep 翻條左線啦。因為準備呢前邊呢，我哋需要喺左邊嘅出口呢去呢個通關廣場嘅。而呢一度個車速呢，大概係80公里，咁亦都已經開始有一個固定嘅 TV 位喺度噶啦。咁點解亦都提醒大家要 keep 住條左線先呢？因為自己都試過2次呢，一路揸車一路同啲朋友屋企人傾偈呢，冇為意喎，就諗住呢，直行嗰條路咁大呢，應該就直行啦。跟住就入咗條屯赤隧道，就去咗屯門，又要兜個大圈先返到嚟。咁所以 keep 住條左線先呢，就可以幫到自己。嗱，喺呢個位就開始左邊出啦。出完之後一路 keep 住呢條線就 OK 噶啦，就一路會帶你去到呢個通關廣場嗰度噶啦。如果你行咗去左邊，會去咗邊呢？會去咗旅檢大樓喎，嗰度呢係俾人過關嘅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話唔係自己架車要上橋，要喺港珠澳口岸嗰度落客呢，跟住就返出去噶啦。咁就係行啱啱左邊路就啱嘅。好啦，唔好俾我搞亂咗啦。總之 keep 住條線，一路去通關廣場嗰度。好啦，又係掟咗個右彎之後，咁就會去到一個名勝景點。望一望你嘅右手邊，將會係上橋之前最後一個廁所位，有需要就停一停低去個廁所啦。前邊就係一堆海關嘅更亭啦，咁你就洗埋佢啦，揀返香港居民啦。咁其實有分香港居民同埋訪客嘅，都係因應返你自己有咩乘客去決定排邊個隊。咁跟住就喺 stop 線前邊咧停低等入去啦。準備返全車乘客嘅身份證啊！咁喺第一個窗口度呢，就將啲身份證交俾啲海關嘅關員做檢查。檢查完之後，就向前駛去第二個窗口嗰度。咁就係海關呢去做一個海關嘅手續程序。咁完成咗之後呢，就可以開車啦。如果冇嘢需要申報嘅呢，其實正常呢就可以上橋噶啦。但如果海關係需要你有嘢去需要檢查嘅呢，就喺啱啱個路口度轉入去，就可以幫你檢查你架車啦。好啦，跟住呢就會係一條直路嚟啦。一定要留意呢度係限速50，限速50，而前邊呢，係經常會擺 TV 位，係一個流動嘅 TV 位嚟嘅，好多人咧都中招㗎嚇。仲有呢度呢，係已經相反咗㗎，同平時係右線係慢線，右線係慢線。見唔見到前邊有個橋墩？嗱，就係呢個橋墩同埋之後嗰啲橋墩之間呢個右邊嘅位置呢，就通常嗱呢個停頓位呢度呢，就係擺 TV 嘅位嚟噶啦。過完呢一段，跟住你會見到有個80個牌呢，咁就可以加速，可以行返快少少啦。其實喺香港段呢邊呢，都有幾長嘅距離呢，都係行一個80嘅限速嘅。而全條港珠澳橋嘅路程裏邊呢，係會有2個隧道位嘅。嗱，咁啱啱呢一個呢，就係第一個隧道位。咁出完呢個隧道位之後呢，就會開始有100個牌啦。咁呢個速度呢，就可以提升返去到100嘅水平去行噶啦。而香港段同埋大陸段呢，其實喺限速上邊嘅做法呢，都有少少唔同。香港段呢，3條線呢都係同一個限速速度，但係呢，喺大陸段呢，最右邊嘅慢線呢，其實係有一個較慢嘅車速嘅限制嘅，咁呢個你都要去留意啦。好啦，依家去到呢第2個隧道嘅入口啦。呢個隧道呢，其實入到去呢，嗰個限速呢就會由100呢係減到去90嘅，咁大家要留意翻啦。
香港段有流動測速位啦，其實大陸段都有嘅。一陣間你睇一睇呢，靜止位呢個片嘅靜止位嘅右手邊呢，其實佢會有一個牌呢動咗喺度嘅，就會話俾你聽前邊嗱就呢個啦，前邊呢係會有一個測速機喺度嘅。其實呢，大陸段亦都有流動測速位，亦都有一啲區間嘅測速位嚇，佢會話俾你聽區間開始同埋區間完結嘅位。好啦，流動測速位有個提示俾咗你啦，咁一陣間亦都睇一睇啦。喺呢個片段停咗呢一個位，你望一望右邊呢個就係嗰個流動測速機嚟㗎啦。咁所以呢，大家亦都要留意啦。喺繁忙嘅日子裏邊呢，因為塞晒車嘅關係呢，國內會將呢最右邊呢會成為咗一個呢緊急車輛通道啊，或者俾巴士行嘅通道。大家見到冇車，千祈唔好駛入去，因為呢喺前邊會俾公安捉到嘅情況下呢，係罰幾千蚊嘅。同埋咧，臨落橋位呢度咧係限速60、40咁樣慢慢減速落去嘅。呢度亦都要留意。如果喺中途有超速嘅話咧，好多時就會喺呢個位咧俾公安截停咧，去發告票俾你。跟住呢個路口咧，左邊就係去澳門嘅啦，右邊好似咁行咧就係去珠海咯。大家開始減速啦，因為前邊咧就係做你嘅車轆消毒嘅一個水池，咁佢會噴一啲消毒劑出嚟嘅。行慢啲啦，因為咧呢個躉真係好犀利，連續嘅，真係蹬到個車都散嘅嚇，所以行慢少少。跟住呢，就向左駛入去嘅啦，嗱就係呢個位，向左邊駛入去，準備排隊。喺國內呢，乘客過關係需要落車上去大樓度自己過關嘅，咁就喺呢度落車。叫啲乘客去右邊嗰度上個大樓度，而與此同時呢，就打開你個車尾箱，同埋呢幫你做檢查嘅關員喺邊邊睇你嘅車呢，你就將嗰邊嘅玻璃窗亦都落低，等佢容易睇到你車廂裏邊嘅情況。檢查完車之後呢，就可以向前準備進入去自助通關通道。咁你見到上面有寫住開啟嘅通道呢，都係可以用嘅。紅色就唔可以駛入去住，綠色就可以駛入去㗎啦。咁喺前邊條橫線前邊呢，就將架車停低，司機就落車啦，攞住你嘅回鄉證就行過去你嗰個自助通關機嗰度，就準備呢自己做一啲程序啦。見到部自助通關機之後，第一步將你嘅回鄉證拍向嗰個感應方格嗰度。第二步，將你個右手手指公擺落去嗰個指紋感應器度。第三步，望落個鏡頭度，等佢同你測體溫同埋人像辨識。當你聽到邊檢放行，你就可以翻上車，亦都見到前面嘅閘已經打開，留意顯示屏邊檢放行。但下邊海關呢，亦都有第二行嘅信息，請通行，即係冇問題啦。你可以揸出去，亦都向右個方向呢去接載乘客。但係都有可能喺海關信息嗰度會講查驗場，咁你又要將架車揸去查驗場嗰度幫架車照 X 光。查驗場嗰個位置嘅指示都好清晰嘅，其實就喺呢一個位置向左轉，咁跟住呢，你見到個查驗場，你可以揸入去啦。咁如果請通行嗰啲呢，就喺呢個位置轉右，跟住喺前邊呢，揾一條 link。咁啊揸入去就可以停低等你嘅乘客噶啦，你可以 WhatsApp 佢啊 WeChat 佢啊，或者咧打電話俾佢，話俾佢聽你喺邊條 link 度等緊佢。呢條 link 呢，亦都可以將啲車停喺度，咁你慢慢去廁所都冇問題嘅。所有乘客上齊之後，就可以開車出去過埋最後呢度閘。點解有呢度閘啊？因為有啲呢可能話要去查驗所，你又冇去嗰啲呢，呢度就會呢截住你唔俾你出噶啦。好啦，一切正常，可以去玩咯，耶！不如調翻轉頭睇少少查驗所係點呢？如果你要入去嘅話呢，你就將個車停低喺個自動輸送帶嗰度，跟住落車打開右邊個鐵閘，行入去前面呢個司機等候室。跟住你會見到你架車
係一路有自動輸送帶將佢推前呢去照 X 光。聽到廣播話你可以將架車揸走嘅時候，咁你可以上車，跟住就將架車揸返出嚟㗎啦。乘客未上車點算啊？咁你將架車揸返出嚟，向左轉就可以返返去接乘客㗎啦。